前列腺癌係香港男性之中最常見嘅癌症之一，平均每6位新確診癌症嘅病人裏邊呢，就有1位患上前列腺癌噶啦。根據香港嘅數據顯示呢，晚期前列腺癌嘅病人嘅5年存活率只有大概45%，明顯低過早期前列腺癌嘅患者。趙醫生，我想請你詳細解釋一下呢，點解晚期前列腺癌嘅患者嘅存活率會係明顯低過早期前列腺癌嘅患者嘅呢？咁係因為癌細胞會進化同埋有抗藥性。前列腺癌嘅細胞初期非常依賴雄性激素，即係睾酮去生長，所以前期嘅患者嘅治療都會以 ADT， 即係我哋所謂叫男性荷爾蒙治療啦，或者叫做去勢治療做治療嘅基石。但癌細胞非常狡猾，喺患者接受 ADT 之後啦，大約有一半嘅患者喺1至2年之內嘅癌細胞會變成有抗藥性嘅癌細胞，我哋所謂叫做去勢抗性嘅前列腺癌，英文叫做 CRPC。呢個意味住即使體內嘅睾酮水平，即係荷爾蒙水平已經降到好低啦，癌細胞仍然可以繼續生長，導致傳統嘅荷爾蒙治療嘅效果大打折扣。第二就係癌症轉移，即係擴散啦，就會令到病情更加複雜。研究顯示超過80% 嘅 CRPC 嘅患者確診嘅時候，其實癌症已經有擴散嘅跡象，即係已經轉移咗去第二啲器官，所謂叫做轉移性去勢抵抗性前列腺癌，我哋英文叫做 mCRPC。癌症嘅轉移啦，即係話呢疾病個進程就會加速，咁個治療嘅選擇亦都有限。其中2/3嘅呢啲 mCRPC 嘅患者可能喺確診之後5年之內就面臨較高風險嘅死亡嘅風險嘅。mCRPC 嘅患者最常出現嘅轉移嘅部位就係骨骼啦，其次就係淋巴啦、肺部、肝臟等等。骨嘅轉移即係擴散，可能會引起劇烈嘅骨痛啦，病理性嘅骨折，即係輕微撞擊就會骨折。內臟嘅轉移亦都會損害相應器官嘅功能，影響患者嘅生活質素。所以除咗延長生存期之外晚期前列腺癌嘅患者仲要處理癌症轉移之後引發嘅各種併發症。趙醫生，你頭先提到 mCRPC 患者嘅治療選擇相對有限，你可唔可以詳細講述一下，究竟現代醫學有邊啲新嘅技術或者藥物可以幫助到晚期前列腺癌嘅患者去突破呢啲局限呢？我哋過去面對 mCRPC 嘅病人嘅時候，成日都會覺得治療嘅選擇好有限。但係基因檢測技術喺癌症領域嘅進步，以及標靶藥物同埋精準治療嘅醫學理念出現就打破咗呢個僵局，為晚期前列腺癌嘅治療帶嚟咗革命性嘅變化。佢嘅突破性主要體現喺從廣泛干預到精準打擊嘅轉變。喺精準治療嘅醫學理念下我哋唔再將所有嘅前列腺癌都視為同一類，而係經過基因檢測呢個分子顯微鏡，將佢哋進行細分，根據患者體內嘅癌細胞特有嘅基因突變制定具有針對性嘅藥物治療方案，從而改善晚期前列腺癌嘅治療效果。咁黃醫生，目前對於晚期前列腺癌即係 mCRPC 患者嘅治療，有乜嘢被廣泛認可嘅基因檢測同埋精準治療呢？研究顯示大概20至30% 嘅 mCRPC 嘅病人有同源重組修復，我哋簡稱 HRR 相關嘅基因突變。其中最典型嘅就係 BRCA1、BRCA2 嘅突變。目前國際嘅指引建議對晚期前列腺癌嘅患者進行基因檢測，從而幫助識別出具有呢一類基因突變嘅患者，進行有效嘅標靶治療。其中 PARP 抑制劑已經被大型嘅國際臨床試驗證實，相對於傳統嘅療法更加能夠顯著延長攜帶 BRCA 基因突變嘅 mCRPC 病人嘅整體生存期，以及能夠減慢癌症嘅疾病進程。PARP 抑制劑亦都能夠明顯舒緩唔少 mCRPC 病人常見嘅症狀，例如痛楚等等，從而大大改善病人嘅生活質素。國際治療嘅指引亦都推薦具有呢一類基因突變嘅病人使用 PARP 抑制劑作為標準嘅治療方案。頭先黃醫生你提及標靶治療 PARP 抑制劑，你可唔可以詳細咁講解一下，同我哋經常聽到癌症患者用嘅化療有咩唔同呢？
我哋可以用一個比喻嚟理解兩者之間嘅分別。化療就好似大規模嘅轟炸，而標靶治療就好似精確導航嘅導彈一樣。化療嘅原理係廣泛攻擊所有快速分裂嘅細胞，因為癌細胞通常分裂得好快，所以化療就可以好有效咁殺死佢哋。但係同一時間，我哋身體裏邊嘅毛囊細胞、腸道嘅黏膜細胞、骨髓嘅造血細胞等等，都係快速分裂嘅細胞。化療藥物冇辦法區分敵我，所以對呢啲正常嘅細胞亦都會造成顯著嘅損傷，亦都會造成咗常見嘅化療藥物副作用，包括脫髮、口腔潰瘍、肚瀉、貧血等等。而 PARP 抑制劑呢一類標靶藥物會針對性咁攻擊有 HRR 基因缺陷嘅癌細胞，就好似我哋發現敵軍即係癌細胞嘅某一個要塞存在特定嘅結構缺陷，於是我哋派出專門針對呢個缺陷嘅導彈，即係標靶藥物啦，進行定點嘅清除，既可以高效咁擊敗敵人，亦都可以減少對周圍正常細胞嘅誤傷。但同一時間，標靶藥物嘅局限性在於只係對有相應標靶嘅病人有效，所以使用呢啲標靶藥物嘅前提呢，就係要進行基因檢測。咁其實經過基因檢測之後，確定合適嘅標靶藥物，係咪可以直接用標靶藥物而唔再用化療呢？其實有研究指出，喺化療之前使用 PARP 抑制劑可能會達到更好嘅治療效果。另外，同時使用 PARP 抑制劑同埋新型嘅口服荷爾蒙藥物，我哋簡稱 NHA 或者 Novel Hormonal Agents 咧，亦都可以顯著改善患者嘅生存期。但其實化療藥物同埋標靶藥物並唔係其中一項取代另一項嘅關係，兩者可以連續咁使用。而我哋應該根據患者具體檢測指標同埋病情需要，制定個人化嘅治療方案。咁病人面對咁多複雜嘅信息同埋選擇，趙醫生，你覺得佢哋應該點樣同我哋醫護人員合作，先能夠共同制定出最適合佢哋嘅治療方案呢？現代嘅醫學嘅核心咧，就係共同決策。患者咧同家人都唔係被動嘅，而係治療團隊中不可或缺嘅一員。患者咧可以同醫護團隊建立開放坦誠嘅溝通，唔好驚提問，亦都唔好隱瞞自己嘅感受，要清楚話俾醫護人員聽最擔心嘅症狀係乜嘢，對治療有乜嘢期望等等。呢啲信息咧對選擇治療方案係至關重要嘅。今日我哋主要提及咗前列腺癌病人喺疾病晚期嘅時候會面對乜嘢困難，以及究竟基因檢測配合精準醫學點樣能夠幫助佢哋去突破治療方案有限嘅困境。我哋亦都講述咗標靶治療藥物同化療藥物嘅分別。最後，我哋亦都講述咗病人、家人同埋醫護人員可以點樣互相配合去制定適合患者嘅治療方案。如果你或者係家人有任何疑問，請記得同醫護人員商討。再一次多謝趙醫生，亦都多謝各位收睇，我哋下次再見，拜拜。